3月14是这台湾诗人节，这发起台语基金会甲台湾笔会共同来办这写诗的比赛，在今仔日举办着颁奖典礼。另外，今年活动有特别推出着这台语诗的前辈林宗元，文化部也特别到现场颁发总统培养令。一句一句念出家己创作的诗，作者要呈现台湾变装风潮的多元价值。发起台语基金会甲台文笔会等单位共同办台湾诗人节的写诗比赛，这是要纪念检察官王玉林，伊是228事件牺牲性命的台语诗人，因此用伊受难的这天定做诗人节。办到今第3届，这回有正百的参赛者，录取9个人，其中有各中高中生，展现少年世代对台语文的创作热情。其实有真侪代志需要互大家去理解、去看到。当然语言是，历史嘛是，性别嘛是一个真重要的部分。这个纪念日是一个真重要的代志，就是咱应该爱袂当把这件代志放袂去。他就是因为无观念，无互伊印象嘛。你若互伊印象，你会当写诗，我都希望咱建立一个台湾一个。真欢喜的一个，咱台湾人、少年人的空间。同款对写诗真有热情的，也有台语诗人先辈林宗元。伫戒严时期，就坚持用台语文来创作。戒严解禁了后，伊组织汉字诗社发行诗刊，推动台语文创作，也个亲身出钱出力办台语文学营。文化部嘛特别到场颁发总统褒扬令，感谢伊一世人对台语文学的贡献。老爸有捌讲过。伊就讲物件若无用就会歹去，伊就坚持一定讲台语就对。阮有哪去互伊感染着？为少年甲老拢是坚持，我相信这对咱的少年人嘛真好一个启发。就是讲，咱有当时啊，对着家己理想爱坚持，坚持到底的时阵，一定会豆豆啊受到人的肯定。主办单位讲，过去台语拢用讲的较济，因希望透过台语诗的书写参分享，让大家通看到台湾文学的多元面貌，嘛认捌台语文创作的价值甲可能性。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。